Hello，大家好，我係 Jordan 哥哥。影片開始之前，麻煩大家幫手俾個 like 先咧。話說阿 Jordan 哥哥咧，近排都公司兩忙啊，咁所以咧就少咗出片啦，亦都好少出嚟做直播。喺度同各位網友寶寶咧就講聲唔好意思先啊。好，咁嚟緊仲有一個星期咧，就係阿伯嘅審訊日啦。咁今集咧，我就會講下阿伯到底喺呢個審訊事前啦，有啲咩要做啦，即係要預備下咁啦。因為法官都講明啊，好大機會咧會判坐監啊嘛，所以即時還押嘅機會亦都好大嘅。咁阿伯到底有啲咩準備功夫要做呢？同埋上庭當日嘅過程又會係點樣呢？今集都會同大家分析下嘅。另外，法官呢之前亦都提示阿伯呢，可以同呢一個律政署呢進行協商認罪嘅。如果大家雙方協商得好呢，阿伯嘅刑罰呢有機會係減輕一啲。喺今集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嘅。各位好，我係 Jordan， 以前係一個資深記者，曾經喺唔同嘅傳媒機構同埋崗位嗰度工作，依家係從事緊自媒體啦同埋 production 嘅。如果你都中意睇我製作，又或者中意我睇視頻嘅角度，各位不妨 subscribe 支持一下。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都係非常之咁歡迎嘅。好，咁首先講下阿伯喺上庭之前有啲咩預備先。首先喺對上一堂啦，即係3月17號提堂嗰陣啊，法官就問咗阿可伯同埋阿河馬兩個人認唔認罪。阿河馬就唔認罪啊嘛，咁所以咧就排喺出年嘅2月11號開審啦。至於阿河伯就認罪嘅，咁所以就排咗喺嚟緊嘅5月6號啦，就正式嘅答辯同埋判刑啦。其實喺上一堂咧，法官咧只不過係問佢哋兩個人嘅意向嘅啫。咁亦都同阿伯講到明啦，喺5月6號之前，佢係可以改變佢嗰個決定，即係話佢唔認罪都可以嘅。咁所以對上3月17號嗰堂咧，其實只係詢問佢嘅意向，咁睇下點樣排期俾佢哋兩個人。至於嚟緊5月6號呢一堂咧，就係俾佢正式再一個認罪同埋答辯啦。由於佢哋所犯嘅傷人17係非常之嚴重嘅罪行啦，最高嘅刑罰係可以判終身監禁。至於喺呢個區域法院嗰度審訊呢，亦都最高可以判處7年嘅監禁期嘅。所以法官呢都不厭其煩咁樣提醒，就同阿河伯講呢，如果佢認罪的話呢，好大機會係會坐監嘅。而阿伯當其時嘅回覆呢，就係話唔後悔，覺得自己係做錯咗，想承擔翻個責任。咁所以阿伯當其時嗰個認罪嘅意向呢，似乎係非常之堅定嘅，亦都睇得出阿伯呢其實係有啲悔意嘅。至於嚟緊5月6號呢一場審訊呢，如果阿伯真係認罪的話呢，法官好大機會呢會將佢還押嘅。咁所以阿伯呢都要做好一個心理準備啦，就係佢有機會呢喺5月6號當日係即時還押嘅。如果佢一旦還押的話呢，咁阿伯呢，佢有啲嘢呢就真係要準備好嘅。首先佢喺法定上啦，都係78歲嘅老人家啦，唔多唔少都可能有啲長期病患啊，或者需要長期食藥咁樣嘅。佢嗰啲藥物啊，同埋嗰啲病歷呢，最好就隨身攜帶啦。咁萬一佢係即時還押呢，都有啲藥物可以更新。咁當然嗰啲藥物呢，就唔係直接佢自己攞入監房嘅，而係會交俾啲懲教嘅職員啦，然後咧定時定候俾翻啲藥物佢食嘅。至於病歷咧，亦都會係交由懲教嘅職員處理啦，幫佢安排覆診啦。不過要去啲醫院覆診嘅時候咧，阿伯咧可能就要上鎖鏈啦。係啊，手腳同條腰咧都要上晒鎖鏈㗎。喺懲教職員押解之下咧，陪佢去呢個醫院嗰度睇醫生咯。不過呢個安排咧，當然係再後一步啦。咁所以暫時嚟講，佢最好咧就係預備好自己嘅藥物啦、病歷表啦，同埋幾時去覆診。呢啲最好就清清楚楚咁樣就寫喺一本簿仔啦，或者寫喺一張紙上邊，方便懲教嘅職員咧去幫佢再進一步去處理嘅。除此之外咧，阿伯亦都最好預備一份名單啦。咩名單呢？探監嘅名單啊！似乎到呢一刻啦，阿伯嘅仔女咧都係未見任何嘅蹤影嘅。咁所以啲仔女去探佢嘅機會咧，暫時就比較微啦。咁可能主力都係靠阿3000啦，同埋啲社工啦去探下佢咁樣啦。咁啊，預備一份名單俾啲職員啦，同埋作為呢個緊急聯絡人咁樣啦。咁呢啲嘢咧都係阿伯需要預備好先嘅。
至於其他例如啲番梘啊、啲內衣褲啊、啲襪啊咁樣嗰啲咧，就可以再後一步先處理嘅。我估啲社工同埋3千咧都會幫佢後續處理㗎啦呢啲。咁所以阿伯咧就要作好呢一個心理準備啦。當日即時還押嘅機會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當然啦，就唔係100%嘅，亦都有少少嘅機會啦。就係譬如個法官見佢老人家啊，就暫時俾佢保釋啊咁樣。不過睇翻以往啲案例啦，既然都講到明判監機會非常大咧，咁當日還押嘅機會咧都係非常大嘅。除此之外咧，就係會問阿伯咧同唔同意個案情嘅應該。咁由於阿伯係冇辯護律師啦，咁所以佢同意晒整個案情嘅機會咧都應該好大嘅。而法庭嘅職員咧，亦都會喺當日咧就係喺法庭上邊宣讀呢一個案情嘅。咁個案情咧就未必交代得好細緻嘅，咁但係就會俾我哋知道啦，當日事情嘅發生啦，到底係點樣噶啦？例如阿伯係咪真係先喐手襲擊阿河馬咧？係咪真係手執呢一個萬用刀咧？係咪真係通咗阿河馬三嘢咧？咁呢一啲咧，到時宣讀案情嘅時候都會講嘅，會有部分嘅交代啦。咁但係未必好 detail 嘅。例如，尤其是阿河馬襲擊阿伯嗰一 part，可能只會喺庭上邊咧輕輕帶過嘅啫。因為嗰一部分係重點嚟噶嘛，阿河馬點樣反擊阿伯，咁所以嗰啲細節咧就應該就唔會講得太清楚嘅，就留翻出年招呼阿河馬嗰陣咧先用嘅。呢一方面咧，阿主控官應該係好有經驗噶啦，咁所以到時咧就唔會講得咁清楚，留翻出年上庭招呼阿河馬嘅時候咧先至講出嚟嘅。另外呢一個案情嗰度啦，由於係協商認罪啦，咁所以主控官方面咧亦都有機會咧就抽起一啲對阿伯比較不利嘅口供或者證供咁樣啦。因為協商認罪咧就係可以講下數噶嘛。阿伯呢一單 case 咧，你話協商認罪講數講到譬如17算19啊，就冇乜可能嘅。咁但係可以抽起一啲比較不利嘅證據啦。舉個例子啦，例如上一單阿伯犯嘅 S 重水案啦，喺港鐵站嗰度用 S 重水襲擊女途人，咁嗰位女士係有拍片噶嘛。阿伯成個過程點樣講粗口鬧人啊，點樣鬧人曱甴啊，呢啲全部都有拍低晒。咁但係因為上一單阿伯都有認罪噶嘛，認咗罪之後咧，嗰一條片咧就冇擺上堂啦，即係冇擺上法庭啦，作為一個呈堂證物咁樣。咁冇咗條片啦，就靠佢哋嘅口供咧嚟到去還原嗰個案情啦。咁所以阿伯咧就用噴蚊啦嚟到代替噴曱甴，咁個侮辱性咧就冇咁強啊嘛。咁法官聽落去咧就會個印象好啲啦，咁好似好聽啲啦。噴蚊就唔係噴曱甴，咁噴曱甴咧個侮辱性強啲，咁就有機會判重啲啊嘛。咁所以喺某啲位嗰度咧就可以輕輕放一放阿伯啦，咁睇下會唔會令到佢可以判輕少少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個控罪嘅大原則上咧就冇得改嘅，即係佢當時攞住把萬用刀做嗰啲乜嘢咧？呢啲係完全冇得改嘅。咁到時我哋上庭之後咧，就會睇到嗰個案情講啲乜啦。咁如果發覺案情上邊有啲咩細節啊，係有特別嘅地方咧，咁我哋亦都會分析翻件事件啦，俾各位網友知道嘅。咁所以記得 mon 住 Jordan 哥哥啦，睇下有啲咩新片啊，同埋新嘅直播上架啦。咁至於宣判咧，就應該唔會喺5月6號當日宣判嘅。法官當日咧，應該只係會宣判佢有罪啦，但係就唔會即時宣判刑期嘅，因為刑期要考慮好多因素啦，包括過去嘅一啲案例啦，仲有阿伯嘅感化報告啦，阿伯同河馬嘅驗傷報告啦，仲有阿伯之後都要去見感化官啦，感化報告啦，當然仲有阿伯嘅求情啦。法官當日預咗3個鐘頭去處理呢一單案啦，咁所以預咗大量嘅時間咧，俾阿伯咧係作出呢一個求情嘅，同埋喺庭上邊宣讀呢一個求情信咁樣啦。咁到時希望唔好真係咁鬼長啦，用足晒3個鐘啦。如果唔係我哋啲旁聽嘅咧，喺現場坐足聽足3個鐘咧，都幾係嘢嘅。至於向法官求情有啲咩技巧啊，有啲咩重點咧？
咁呢方面我亦都揾到我好朋友啊 Patty 姐姐啦，去講一講嘅。咁至於另外頭先提到嘅審訊過程啊、還押嘅程序同埋還押嘅可能性啦，我哋亦都會睇翻阿 Patty 嘅分析啦，同埋佢嘅意見嘅。好啦，我哋今集就講到呢一度先啦。未訂閱嘅朋友幫手訂閱一下，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我係 Jordan 哥哥，多謝晒咁多位收睇，拜拜。